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2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伫今年6月份推动长达3个月青春专案，结果职业安全、校园事故、甲职业灾害等部分拢是零事件，所以上午市府各局处都用成果发表形式来向市民报告这项好消息。市府为了展现暑假期间8大类2200多场的青春专案成果，除了街头舞队优胜队伍秀出青春活力，嘛为台南好客起来宣传的地脚相当闹热趣味。今年南电市对6月开始长达3个月青春专案，伫主要安全、校园事故甲职业灾害拢是零事件，加上这执行的成果，拢大大超过中央要求的目标，嘛有市长相当欣慰。这次也创造很好的成绩。我们在这个户外的这个溺水的一个人数，或者是攻读发生这个公安的事件的人数，还有校外安全。这个部分我们都做到零伤害零事故的一个成果，所以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成效啊。那我们希望市府团队发挥更多的创意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让我们青少年朋友在暑假期间能够减少被诱惑被这个去犯错去接触一些不好事物的一个机会。那另外也有很多正面的去处。可以来积极的来参与走出户外市府表示，虽然青春战已经结束，不过让青少年有安全健康的环境成长是一直要努力达成目标。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肯定老师的辛劳甲贡献，教育局日前公布，咱市有4位校长甲教师获选教育部师铎奖，23位入选台南市师铎奖。再加上658位资深的优良教师，20号下晡接受市长颁奖表扬。伫永福国小关献乐队甲正下国小舞蹈班的表演当中，除了为教师节表演大会加开书包，表演当中用纸配所传达对老师的感情甲祝福，更使人印象深刻。同时，大会嘛以10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启动仪式。向前不断尽心尽力，在未来后一代才会当发光发热。会中代理市长李梦燕嘛以老师一句话，可能改变囡仔一生来勉励在场所有老师。往往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会影响小孩子的一生。小孩子的一生，有时候可能一句不经意的鼓励，请这个小朋友，老师很在意你，老师一直在注意你，你不要放弃。不要自暴自弃，不要灰心等等的这些对小朋友鼓励的话，也许在我们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很平常，或是很例行，或者我们可能一个学期要对好多的小朋友讲同样的话，可是往往有时候某一句话就会触到他们的心灵的深处，那说不定会成为他们一辈子最受用，改变他们一生，或者甚至成为他们一生的贵人。我想，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许5个、10个有1个得到改变，得到这个感动，我想大家所留下、所积下的这个功德，就非常的可贵啊。今年南电市台南市有4位得到教育部师铎奖，2位得到教育部教育奉献奖，23位台南市的师铎奖得主，等658位资深的优良教师拢接受表扬，场面相当温馨。
东联市府透过表扬大会，嘛要向所有辛苦老师讲一声教师节快乐。电新闻国际郭博义采访报道。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电视读书会，为了发掘嘉义乐坛，而且会晓分享的小小主持人，为2015年开始举办主持新秀竞选活动。第3届竞选9月20号下晡，伫新南国小演艺厅举行。11位通过初选进入决赛学生，拢呈现出上介好的主持功力。透过主持新秀竞选进入决赛的11位参赛者，有人扮作总破赛，也有人扮作牛仔，伫服装打扮上非常用心。而伫第一阶段爱找宝贝当中，小朋友家己认为上有创意的方式，推荐一本册予大咖的观众。而第二阶段主持访问大挑战，这是借由作家的联合访问来考验小朋友的现场反应。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主持新秀的竞选，来鼓励更加侪小朋友自细汉就培养阅读的兴趣。那我们透过这个电视读书会，让小朋友们知道说，阅读的重要性。那这一次办的这个主持新秀的甄选活动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呢，我们希望呢，可以让这些爱阅读的小朋友们可以有一个舞台，把你们平常看到的书，把你们平常所获得到的一个知识，可以透过跟作家面对面的方式，借由我们的电视节目播出，能够影响更多的小朋友们跟你们一样，跟我们的小小主持人一样，可以喜欢上阅读。所以呢，这一次的主持新秀，我们常常讲说，主持新秀的甄选呢，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位非常会讲话的主持人，而是呢，希望能够找到一位非常有热情而且有感染力的小小主持人，他愿意呢，把他平常所阅读到的知识，甚至呢，他在读书的时候呢，想到的一些问题，代表我们电视机前面许多的小朋友们来问作家，把他们小朋友想要问的问题，借由小小主持人来问作家，然后跟作家来做一个互动。那希望透过小小主持人的甄选出来呢，未来我们这一次甄选出来的前3名都有机会可以加入我们未来节目的录影。那在录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小小主持人就可以发挥他的影响力，让更多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呢看到阅读的重要性跟阅读的力量。由评审评选出来的最佳人演奖、最佳服装造型以及最佳台风奖，分别拢有1位。另外前3名除了得到奖状加奖金以外，未来更有机会作为主持非读 book 台南爱读册的电视读书会，借此鼓励更加侪民众来参与阅读。但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面对毒品侵入校园的严重问题，台南市长参选人严顺泽上午公布毒品加教育政策，其中佫发表甲一般传统无同的见解。严顺泽表示，只要家长发现囡仔开销向增加，或者是身躯顶有怪味等等疑似食毒的现象，伊将会免费提供验毒的试剂，予有需要的家长来筛检，进一步防止囡仔受到毒品的危害。针对目前毒品侵入校园问题严重，市长参选人严顺泽伫过去推动美沙酮防治海洛因的成功经验以后，对现在开始嘛打算免费提供验毒的试剂，予所有需要的家长。严顺泽表示，因为过去伫校园宣导的效果有限，应该锁定家长为对象，扩大宣导到市民。对此，该项政策嘛受到家长会联合会、中适合家长协会以及教育产业工会等社团联动，纷纷签署建言，呼吁18岁以下囡仔，只要发现有5种可能食毒镜头，经过家长同意，拢会当列为筛检的对象。要宣导跟家长告诉他说，什么样的情形孩子可能染上毒品。第二个是，我们会送给家长一个验毒的试剂，第4剂。那第3个呢，我们希望在学校里面能够推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家长同意的话，可以给他做这个验毒的一个对象哦。那因为过去有这个规定，但是一般家长都不了解，所以今天家长的一些协会来这个地方，我们也告诉他们有这个规定，但是一般家长都不了解哦。记者会中过去食毒因为美沙酮疗法成功解毒人生，嘛现身讲法，感谢该医师救了伊一命。
我染上我很看不起自己，也很惭愧啊。然后我就开始去喝美沙酮，因为那些脚诊所或是药房啊，说什么有戒毒的，或是能帮忙你戒毒，那其实都只是帮你打点滴，再加上一些不明的药物而已啊，根本就没有叫那种戒断的痛不欲生哦。几乎是很难戒断啊！我也知道，因为服美沙酮哦，现在就像我们这种年龄的降了很多，就是因为美沙酮帮助了我们。多年嘛，因为教育甲毒品政策密切相关，所以甘顺者嘛推出3阶段的教育政策，包括国小教育以发现现象为主，高中则是决定现象，以专长分班教学，一直到高中至大学开始同步教育。伫毕业以后，得当马上就业，该具体政策嘛得到认同。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歇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府警察局第5分局秉持人民上大、基层优先的原则，分局长甲派出所的所长伫日前亲身走访43个里，甲北区里长成立互动平台，并且结合警察局治安、交通服务宣导团，透过 FB 推动警政相关的服务。19号暗时，佮邀集侪侪单位办理治安汇报，积极推动社区警政。市区警察局第5分局19号举办社区警政治安汇报，包括里长、学校、巡守队等单位代表，总共120名人员参与。离峰地科、犯罪预防科、刑事警察大队、交通大队等单位也列席，甲社区进行观念沟通、甲资源的连接，积极推动社区警政来杜绝不法。要持续来推动咱的社区警政甲咱的这个社区的云端警政。那这个基层优先就是讲，咱基层就是讲我要做就是讲我是变成阿人局长就是讲我要就是我的执法还有尊严，甲咱的严谨勤修爱正常。所以我利用一个一个月时间我去拜访咱去年8月7我就去拜访咱43个里包括咱国中国小的校长、警委会、志工、巡守队、移警民防。咱最主要用的是咩啊？要建立感情沟通观念连接咱的资源我最主要是要积极推动咱的社区警政。经过1年的时间，伫今年8月份我搁走一抓，我要感谢大家各界咱共同合作啦社区治安的维护，只有民间甲警力的合作，运用云端科技建立空中社区警政的通讯软体联络网，提升关度甲跨度，只会营造优质佮安全的社区环境。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一位男性今年7月份伫东区的路段被人录影检举，3分钟内连续被开了3张交通违规的罚单，伊不服向议员申请。但是警方表示，虽然是连续检举，但是分别属于无同款的违规，是无法度撤销的。有民众7月11号暗时伫东区洗车违规，短3分钟内就接到3张罚单，不满之下向议员申请。对此，议员王家珍、洪玉峰想要求第1分局甲交通警察大队针对检举频繁的事件进行探讨，要求警方处理违规案件爱检告情理法，若无将会引起民怨。咱这是一个人情世故真重的所在，所以最近检举胡乱。那当然也造成警方的压力了哈。
虽然市库的收入有可能会较好，不过呢，民怨嘛竖起。那有些人虽然缴了钱，但是他很不服气，有些是提诉愿，有些甚至于到法院去告状，连法官都看不下去，法官也觉得说，这个新民院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这个司法资源呢？哈，那所以他也说，你警察哈应该要负起调查的义务啊，不应该怠于职责。对人民的处罚，民众倍感困扰，心情就不松快耶。我们来请台南市警察局告诉我们一下，违规腐烂这个状况，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式，让我们的市民乡亲为所当为，不至于过烂？不至于变成大家的意气之争，成为私人恩怨的，大家在那边拼搏的一个做法。第一份局长邱文亮指出，警察局长针对违规执法的问题，要求当人爱检讨整理法，同时也借机会向大众澄清，检举并无奖金。而根据规定，在路上赛车违规被检举，一旦超过6公里，也就是6分钟，一个路口都无算是连续告发。违规的行为是一定要开单吗？难道不能用劝导来代替取缔吗？当然。有部分的这个规范，就是说，轻微的违规的部分，它属于可以劝导，不见得一定要告发。但是它有明列出来一些相关项目，那这些项目，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些违规行为都不属于这些项目里面的。可是这些违规行为，坦白讲，是我们可以常见到的，就是说我们民众一般性的那种驾驶习惯都会有的违规行为。那如果说认为这样的一个状况不是严重影响到整个交通的安全，我也认为说可以建议一下，是不是把这些违规都列为轻微的违规，列为可以劝导的违规的项目里面。警察局表示，针对违法交通事件，法令有规定进行较轻微，并无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的16项行为，会当乘以款道来代替开罚。但是，本台县张伟忠采访报道。响应台南市心理健康月，义务健关怀协会10月1号将伫圣代医学院成影厅举办大型演讲活动，邀请马来西亚华侨孙文豪来分享伊透过音乐行出义务症的生命历程。台湾王家珍甲义务症关怀协会则会为义务症相关的演讲活动进行宣传。这次协会邀请到马来西亚华侨孙文豪，要用伊自身行过义务症的生命故事来为大家进行演讲。当中也会甲大家分享伊是安怎透过音乐来行出义务症，希望借此帮助到更较侪甲伊同款的朋友。黄老师呢，他请了一位非常独特的音疗的演讲者，来为我们台南市的乡亲做一场专业的讲演，也是我们忧郁症协会跟卫生局、社会局在心理月里面要呼吁大家关心忧郁症的议题，同时怎么样让自己走出负面的迎向这个正能量借着音疗帮助我们开心快乐。我仔细的看一下他这一本叫做《浴火凤凰》之后，知道说原来呢，他透过音乐，就透过所谓的这个梵歌的唱诵大家现在呢可以听到这个很优美的这个音乐，就是这个巴掌 Jeff 他自己本身所唱的一首歌曲那很多人都说听到这个歌曲以后觉得好舒服。然后有很多人听到他的这个巴掌歌曲，就说哇，好感动那有的人甚至呢，听都会流下这个感动的眼泪那所以呢，我们呢就很高兴说，可以呢很想要听听到底这个音乐这样的一个唱歌的这样的一个疗法，怎么样可以帮助一个人自己可以再站起来。台湾王家珍甲义务症关怀协会邀请会员、家属，也就是关心身心议题的民众，10月1号下晡到新台病院诚信厅做伙来听演讲，可会当感受音乐所带来的疗愈效果。咱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
明仔是台湾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达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9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